八字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，搁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照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这个时刻，愿遵探你的命令，摆设这个宴席，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愿谦卑恳求你，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摆伫你面前的这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这饼甲杯，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。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做伫你的恩典中的成长，通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伊摕起饼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咱请服侍长老。
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既然每一届咧食的时，恁就安尼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佮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你若既然每一届咧食的时，就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安尼来纪念伊，咱三角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伊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互我会当领受对你下来的圣餐，
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互阮会当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是真正圣子奥妙身躯的一部分。阮是受你祝福的忠实的信徒，嘛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主上帝，阮谦卑的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愿你欢喜接纳阮，继续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伫即个圣洁的交通的内面，对答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过来念圣诗196首，圣诗196首。无行歹人道路，存心毋敢恶毒，明日三思上帝法度，这人真正有福。圣诗196首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生好看，就是过一回事，做做大行幸福，上帝赐因大好，我一世后正到天堂，念地上帝的歌。歹人有切一半，又是好家。世界是山，歹人拢会消失。有着心肝日子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准备奉献。咱这个圣餐奉献，拄则牧师介绍是要为东部中会妇女教会来奉献。
接续这是为了咱主席的奉献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报告大声，请咱来读咱这礼拜的金句，咱来读2遍。请，因为咱倚靠神，对神的听候所仰望的义，加列太书5章5节。因为咱倚靠神，对神的听候所仰望的义。加列太书5章第5节，圣工分担下周领唱是敬拜团，司礼是施心怡执事，主琴是陈佑新同学，献诗主席2，出现电金娇甲柯冠成执事，教台嘅电金娇执事甲黄慧谦兄弟。音控是曹敏祥甲周鸿邦。拜3查经祈祷会，主理科牧师会是卢文龙长老。后礼拜主日礼拜是科牧师主理大水中的生机，圣经甲圣经在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第6页。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咱已经有达到这有几项圣礼典，是为着弱小的福利教会来奉献，这个圣餐奉献部分吼。第2，小的公告召开定期的好会，咱就是后礼拜2月12要召开2023年的会员好会，会员名单甲上年度会员会友的个人的奉献已经搭伫第1楼的公本啊，请咱家己来看吼。若要请假，请假，咱的小会书记来文龙长老来请假。咱
后礼拜好会，所以咱也无欢喜礼拜吼，是连后礼拜。第三是好会公诶，资料拢公告伫公布栏，若是咱去看，若是有需要更正的，请那个干事来讲吼，还是甲小的书记来讲嘛会使吼。第四点，8半初审的课程，下晡1点到2点要举行8半初审者的课程，欢迎中级同工以及兄姐会当来做伙参加，有准备中昼顿啦吼，若是有想要参加，请咱报名吼，准备午餐。第5，教育团体组通知成人自习学的8月2班2月份来开始，是下晡是1点到2点。一楼嘛报名单吼，请咱来填咱人数因为要统计人数，所以就是爱准备这个简餐啦吼，所以咱请咱会当爱报名才会当准备吼。第2就是成人自习学的11堂的这个课吼，就是全家林老师是每个月的第2礼拜，2月12要开课吼。8月2班是9堂的课吼，就是第3礼拜到第4礼拜，对2月19到26吼，咱2月份是这2届吼。请咱为着族体欠安的兄弟，咱继续为因代祷吼。咱介绍新的朋友吼。喂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有4位新来的朋友，第1位跟第2位是女儿带妈妈来，是黄玉姐妹，坐在最后一排。她现在在那个照乳养护中心，好，然后最近刚受洗，那大家可以多跟她认识，然后多跟她关系。第3位跟第4位也是苏昭仪女儿带妈妈江美惠姐妹啊，她们现在在洗手间，对，那她们是之前在台南东门教会聚会，那现在搬到台北来，所以之后可能会常来我们教会聚会，那大家也可以多跟他们认识，跟他们交流。好，以上。好，欢迎哈，做来敬拜上帝哈。好，最后咱来念圣诗。可能你做你咧唔知创啥吼，好来，无紧，咱拢念了啦吼，要念这等这个等下这个是家己个念嘿。399首吼，愿上主大进来，请咱今次就请牧师来祝祷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圣神甲咱同在扶持甲安慰，甲咱众人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倒。咱彼此请安。